不要？要不要好吗？对，好轻快，对。有点耳去问嘛，肯定会知道。他有可能会和摇摇他们多一个组，也不是一个组合，多一个人吧，也不算是组合吧，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玩。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开了声音了。我那个手机开了声音都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什么没声音了？怎么可能？摇不在摇。这儿美是另外一种城市，没事，对。他说去这样也可以，但是他要找雍正来一起跳。那雍正那边给我往后面走一点啊。这是那这个不是杨秀，这是另外一个。我以为他穿的，这个是。我手机可以放在那个稳定器的相机上面的，但是没装，因为要重新调频，不然的话。
个稳定器随时要电机会发热，要停摆。因为我拍的视角不一样嘛，手机和相机肯定拍的都不一样，想分开。来了，雍真来了。甚至是草绿色的那种迷彩颜色，迷彩的颜色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个叫什么小公主了，搞忘了。她喜欢发狗狗。两个小妹全都有。西西在另外一个。我上一次周三是用4K 播出的，4K60直播，好像会要50-60个 G 左右吧。有一期你们可以翻，那个清晰度非常高，但我那个流量承受不了。还有开蓝卡的那个，没有了，哪去了？那天我叫蓝卡去我们隔壁商场去转，他打扮就像他拿个长大炮嘛，然后一个女的叫他给他拍片子。
对啊，所以我一直叫天花板嘛。便宜，300-400块钱，一般在300-400块钱，400块钱都买的比较不错的。谁试一下？我睡着了就睡了。哎呀。
小吧，穿裙子那些，转圈那些穿高跟鞋，所以说他们没有男的这么累。像唱区那种专业的，每天跳舞跳10个小时的，那个都有点受不了，因为他就是放学的时候，然后又过来了。好多都没加，他们其实跟加的都没什么区别啊，那大家都随时在一起，像温博也没加呢。唱对口啊，对，17朋友也在跳啊，徐峥、龙中间的小提琴叫啥名字？看一下，那个来的比较少，那个说扎西徐峥吗？那个穿那个衣服的吗？那来的比较次数比较多，但是我没怎么去问他太多。应该陈敏英知道的。这种动作就比较男的奔放很多，狂野很多，女的就不行，姿势都不一样。
去就穿那个。风力应该有3、4级左右。那不是这边水，后面是虚虚的。它2块，它这个。小姐姐跳的，看到没有？穿黑衣服那个，这就跟上节奏。你刚刚来呀？我利用一下你的那个。啊，用一点我不用，我有直接分用。这个配长焦好用。对，这个好用的。对，非常好用。这个不要。这个节奏比较快。之前不是团队暂时不加，对，风部他不会加，现在加不了，是加不了，就是语会最基础的才行，还要看，就是看缘分吧，因为现在人比较多了。这个现在要叫办证嘛，办证。然后有个人没签字，好像是谁啊？现在就是要批准那个登记，登记他不收钱，不收钱的。说香港那边是11点钟之前随便都是没用，我们大陆这边不一样。那个什么团队的，有那个五金的手机。哎，有扎西拉姆的，在那个外面没进来。哦，那处应该他等会儿要进来。他下午穿绿色的衣服，阿处穿的深红色的。
标，这个是新，这个是历，这个不知道，新。好久没去了呢，你看到你了，哈哈哈，看到你。还有徐，他穿那个很热，穿那个跳舞确实好看。这个我不知道要放几次，这个音乐。首先，这个音乐要放超过3到4次。主要是手部运动。看，跳得好整齐。这个是小朋友，应该是小学生吧。哦，跟我妈醉了呢。好整齐啊！这个声音小了，又来搞破坏了。他说：“哎，看跳舞也不会什么变坏。这个拍手跟谁的？上海金刚舞，它又是女版的舞，对，怎么说呢？它是古典舞。杨秀儿，这个密西西。”这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短袖的，年龄比较大的。走了，雷斯玛也走了。哦，像是拉姆吗？那是拉姆。指望拉姆吗？来了。对呀、只有你一个吗？他在哪个位置没看到呢？一直放对上面。啊，他衣服颜色不一样。啊？说是衣服不一样。衣服是黑色的。哦，我就说我说只有一个，我以为你们今天晚上不来了。昨天晚上没来。昨天没有。对。瘦下加油，他腰有点粗而已，他说的。杨秀儿的都是杨秀儿的，对，他没穿队服，没穿队服他在旁边跳。他们要求是穿队服才能在一起，不穿队服就在后面站。对，开学后我们都一般都在一起。这个本来跟我们老头也差不多，他在成都过去几个月吧。他本来就会天天来吗？对，现在天天都到。2个月吧，2个月吧。我这个手机，那个带红色的不要他不让进去啊。他维持秩序嘛，他人看每个人都进来的嘛，他一大堆。好这个地方吃饭的。对。你呢？你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吃饭？我抱着狗狗。你是不是还得把它抱起来？他要每天晚上不是出来遛狗嘛，就要陪他嘛。他要拿是吧？对。还是在家做作业嘛，监督那些。晚上我一般9点半左右才回去。差不多。是直播的。这个有直播。现在直播。对，有直播。
对，声音调小了。警察刚刚走个几分钟。永吉没来。这边他不太感兴趣了。我陪你那个就是雍正，雍正对。雍正陪的不错，雍正他陪的。还有欧姆呢。雍正还有。这里面也是啊。小女孩，有个小女孩，还有个小孩妹来。哦。那个小孩妹来。我怎么会那个小女孩？是不是几岁？阿松取真吗？是小朋友名啊？就是小朋友啊？是小朋友。小朋友啊，就是一个小卓玛。8岁到10岁嘛。哦，一个小卓玛。小卓玛那个卓玛不是他的名字。我知道，就是小朋友被统称的，对。啊，对。这有个叫阿松取真的小朋友。叫什么卓？那个永吉跟我说了一下，叫什么卓，但是我就记不住。他小女孩都统称都是小卓玛。我就拍你了，拍你他们不说我啊，对不对啊？拍狗狗。我跑到前面，他们拍。哦，对，看吧，穿黑衣服。不是的，他应该在另外一个，没找到拉姆另外一个。姐姐那是，搞不清楚他是姐姐还是妹妹。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有穿个衣服颜色分别。两在一起的话，双胞胎嘛。看到没有？有两个，衣服不分的，你知道吧？这首歌一般看吧都要放3到4次左右。看他们双胞胎，对啊，双胞胎啊，对啊，一个黑色衣服，一个红色的。好了，这个拍照要拍3到4次左右。上个月，对。本来就双胞胎啊。所以这边在登记啊，就是这个场所去用的话，它是不收费的，要登记一下。然后这边有3个负责人嘛，有一个还没去签字的，不知道是拥挤还是扎西还是商务，不知道有一个人没去。现在在社区在通知他们，备案了那些他不会管。喝水嘛，他们宿舍加水，那水的话现在几件的拍。这几个现在雍正这个不是，还有点小可爱啊。
大一点的，这边小一点。这个。穿队服的就在旁边，穿队服的就在这一片儿。没有了，应该不会再放这一首歌了。这个歌你们听了几次？我听到应该有4次。哦，不是，还有一次，你们有听耳朵起茧吧那一下。这个小女孩我不知道是谁，没去问，她以前在第2排，地位比较少，第2层。扎西拉姆啊，看没？穿绿色衣服的。这扎西拉姆，他有7个月没跳过了，应该没在成都吧？然后拉姆和那个拉出关系非常好，对，四川春美女。特别是阿坝州人比较多。对啊，本来就双胞胎啊，叫拉姆，双胞胎拉姆，一个是哲旺拉姆，一个格格拉姆。他们还有其他名字，他有个店铺是卖东西的。电了，相机没电了，等下换电池，等一下，应该可以坚持5分钟左右。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扎西拉姆，他是不是以后会不会一直在成都了？电了，等一下我换电池啊！你这个歌太多了，这个歌重复太多，次数太多，你们听了也听了烦了是吧？啊，还有一次吧。车号为什么？没有什么动作看。这个是弯腰运动。跳累了，然后要活动一下筋骨，活动一下腰部运动啊。
对啊，就是扎西拉木啊，陈林，这个就是和老楚在一起。等下我再去拍他啊，拍丽丽那个，这个女孩子不知道是谁，来的频率比较低，我就没这么记那些。看嘛，这边扎西拉姆，然后网络嘛，然后没抖。那个是叫什么一下？他的抖音也很少，名字来的次数不是很多。二孙子在那边，我都来听。就没有了，基本上是14的电了。开会了，跳20分钟，马上就完了。看几分钟？9点11还有20分钟。这多少？他们2个也在一起了。Hello。117还有20分钟了，9点11了。这儿调了20分钟相同的了。
要放个音乐了嘛，放音乐了。里边啊，他对那个佛教比较有研究的。都发出了。不想跳了，不想转啊？对啊。什么特别有意义？那边进步很多。对。还有一个山寨的这个茶补，在庆阳宫那边，他们一个团队应该有20-30个人左右。太多了，我拍不过来，来的人太多。本来漂亮的就很多啊。你单独给他做个我一天要做几10个。搞忘了，我拍点视频吧。这个好好看啊，真的。女孩子都喜欢这个，男女都喜欢这首歌。一转圈儿，这个它是转一圈儿。
200。哪来的这个？就是哦，可以。这个好听，这个音乐好听，我也喜欢，好多都喜欢。现在他们3个跳的也喜欢跳这个歌好听。前面要拍一下走路。我走走还能跑哪去？你呢？他跑哪去了？10 minutes.好累呢，今天走了，他们都说有点累。discount 0.05这个不存在啊，他们这对他们说没有那个概念。这个是王清的，这个是白河和王清的项目，看吧，白河已经准备好了，叫洛谷服装吗？现在是那个古典那种。后面来。收尾了这一区。拥挤看什么情况？拥挤没过来，今天没过来。王清和白河有可能在一起跳。王清，你看来了。今天感觉不出来他们要跳了。
就经常在学。拍点短视频。力不怎么会，应该阿来本来就跳得少。太难都唱，由他看王清。这奇葩舞。这个我专门跟男生准备的。那个鼓点比较多那个，就上一首。刚才那个你不会跳吗？男女分开跳那没体力崩，还要长得高，跳得远，脚也踢得高。
小美女，小女孩在经常在跳。没有了，再放一次。那男生在前面吗？他说陪男生。陪男生就是。我请你们吃啊，没事，找了没事，要加了出去，这还有16天就到了。很有意思啊。Yes, yes, last song. Yes. 还好跳的时候可能把袖子都放下来了。看男的表演了。瞧吧，瞧。他们也是，哇，亮，太亮了。演出来有点像许多儿，其实说的不是。许多儿也回来了，昨天要不然在成都，在罗马那边也是。听到鼓声怎么了？收音的问题啊！因为我走的比较离那个音响比较远了，应该听到脚步声。还有
亲长最帅的、最高的队里面。好，就完了，最后一跳。去了，好热！你看，脖子上都是汗，哎呀，脖子上都是汗，放在里面的，对。我去年到今年也穿了40，25斤。结束了，好凉快！现在看把这个水污了。可以，这个。后期直播吧，不知道你等下问他。对，现在就是穿的衣服，他穿不穿？是那个嘎松曲珍送你的。哦，嘎松曲珍送你的。他说跟你送的玫瑰花。小妹妹送的。曲珍不要跑了，不要去了，你回家了吗？啊，来这儿吧，走吧。吃东西。Hello。啊，正巧回来。啊？我有朋友。哦。看吧，你们分不出来。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？你们分得出来吗？啊，对啊。但是你说你是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？她是姐姐，姐姐妹妹，对。拿球框了吗？今天你跳舞了？她跳了，她在第二圈，她在后尾边。叫他到对墙我对小黄车看不到。对，我都发现你了，我知道你在第二排。起码有10年没看到。我呢？哦，对，你今天穿了个帐篷过来。对啊，好乖。啊。站太少了。对。看，拜拜。给我小黄车菜，你们知道一个个的。对的，我们是在那。这个也有粉丝的，也有。去，我呀。这里。我看一下你身上那个应该让明天晚上在哪里？明天晚上也在这里跳。对，我们那边也有，你可以。你们在松江桥吗？在那个。只要不下雨，都会在这个广场跳。搞批发的啊。哦，这边有灯，这边刚好有灯，他们变了。在那里，然后我们坐在这里。哦。每天几点？搞批发的这些啊。也有7点40左右开始跳。我们平时是9点40分。我们是卖的鱼的料子还是？你就是这样的。已经只要不下雨就可以跳了。就是运动。在那的漂亮。那个，我给你。没有。那边真的好远，那边。我说这个实在话，我是看，如果都是些老大妈、老大爷，这些都是对的就可以。好凉快，现在好凉快，好凉快。
好凉快，现在好凉快，好凉快。好喜欢它，来给他看一下全世界的。对过来。他们都知道我一个个。他知道。对。谢谢娘娘，辛苦你了。这是谁的直播间呀？身体感悟。谁的直播间3个有？好凉快，好凉快。这个重不重？不重。我放在这个地方。我这个有个助力背心，它不重。没有这个背心的话，拿时间比较长的话比较重。要有6-7斤左右吧。那就，哎，你这里有 WiFi 呀？没有，我是它的信号强度。哇，信号好的话就是绿色的，就是直播的状态那种，直播的时候。这个可以发射无线，它有些它会连到相机，这个手机连到相机上面。但连相机没有网络的没办法，我一般把它关掉了。一般只是把那个它连到手机上，传视频、传图片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好可爱呀！刚刚我今天中午把它洗了。真的？洗了一下。但哇，好香啊！他早上，因为我昨天给他吃了杆子嘛，杆子吃有点多，他然后吃的有点拉稀那种，后面现在正常了。他每次吃一下几下就吃完了，吃了之后，然后第二天就有点，第一次大便的话有点稀，第二次正常了。过不过去？哦，要过去嘛。准备好喜欢狗狗美。对，你这狗狗到镜头来看看，狗狗一起跳舞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吗？另外是不是那个兰博？好嘞。那个兰博双胞胎，它是不是双胞胎？对啊，这么双胞胎。对，这个双胞胎这是。你看哪个是姐姐，哪个是妹妹？我拿的这个应该是。他会跟你说，这个穿黑衣服姐姐。这个是妹妹。这个双胞胎。他们衣服穿一样的话，你们认不出来的。今天没穿哦。对啊，如果穿一样的话，你们认不出来。一样的。对。长得还是挺走吧，走吗？去商场那边。他们在那里。对，他们在那边那个，走，我们过去吧。我车停在这边，反正拿上嘛，反正这个轻的很。我车就停在旁边的，不用拿，你先架手机也好。这个老大爷他是从拥挤开始跳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了。80多岁了。手术的照做，不是多讲，要培养。